Hello， 各位 VIP Money Talk Channel 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哋經濟一周嘅時間啦。全球股市咧，上個禮拜咧整體都係下跌嘅，主要嘅因為咧中東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又升級啦，加上呢個市場擔心油價上升會推高個通脹啦。喺加拿大方面咧 S&P/TSX 嘅指數都係下跌嘅，主要受到呢個科技板塊表現疲弱拖累啦。美國嘅股市咧同樣都係回落翻噶啦，同時加美兩國10年期嘅國債嘅息率就上升，咁啲油價就係咁飆係咁升啦，而金價咧就略為回落翻少少噶啦。中東局勢持續嘅升溫，由於美國對伊朗發動呢個空襲咧，而伊朗亦對周邊地區進行翻啲反擊啦。全球重要嘅石油運輸通道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，基本上係處於呢個封鎖嘅狀態嘅。呢條航道咧承載住全球大量嘅石油運輸一旦受阻嘅話咧，個市場就會擔心全球能源供應會短缺啦。國際能源署已經宣布咗釋放4億桶呢個戰略石油嘅儲備，希望可以穩定翻個油價。但係市場供應咧仍然憂慮，仍然有喺度㗎。油價咧持續繼續上升，亦都令到市場擔心個通脹咧會再次升溫嘅，可能令到各國央行咧暫停呢個減息嘅步伐啦。翻返嚟加拿大方面啦，2月份就業市場轉弱全國流失咗83,900個職位啦，係2022年以嚟最大嘅跌幅失業率咧升到 6.7%， 同時間加拿大1月份嘅出口咧下跌咗 4.7%， 貿易赤字咧擴大咗少少，顯示咧2026年嘅經濟開局咧略為疲弱嘅。不過咧，如果就業市場持續放緩嘅話咧，加拿大央行可能會保持呢個較寬鬆嘅利率政策嘅。美國方面2月通脹維持喺呢個 2.4%， 核心通脹係 2.5%， 整體咧仍然係受到控制嘅。不過2025年第4個季度咧經濟增長咧被呢個下調至到 0.7%， 顯示經濟增長動力咧係有所放慢噶啦。市場正密切關注嚟緊3月18號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嘅。至於中國方面中國2026年呢個開局咧貿易表現強勁首2個月咧出口按年大增 21.8%， 進口咧亦都上升咗 19.8%， 同時通脹升到 1.3% 啦，主要係受到農曆新年嘅需求嘅帶動啦。不過中國政府咧亦將2026年呢個經濟增長目標定為 4.5% 至到 5% 嘅，反映全球經濟不穩定性咧仍然係存在嘅。總結嚟講啦，地緣政治嘅風險、油價同埋通脹咧，將會係市場短期最關注嘅因素啦。以上咧就係今個禮拜 VIP Money Talk 嘅經濟一周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。